下来继续来看苗栗县一个机车的骑士弄红灯，甲轿车相撞，掉伫车骹袂顶袂当。过路的小货车的司机甲娃娃车的驾驶看状况危急，马上甲车停伫路边，过去救人。对面加油站2个员工嘛冲过来斗相共，就安尼热心的民众合作救人，互人看到真感动。第件机车骑士伫路口弄到银色的轿车。骑士放加一个车卡袂顶袂当，有地行车的驾驶看到这个情形，随减速插伫路边来斗相共。白色小货车驾驶也跟落车。路口对面有2个加油站的员工，也随冲来到轿车边仔，却被人做回车弹将车头更悬，及时救出这个骑士。过无偌久，救护车来到现场。初步检查，骑士头壳甲腹肚拢有着伤。为避免2次伤害，立即固定颈椎，分运上常备板。机车骑士意识清楚，送上病院治疗。长辈阿嬷，苗栗市经国路甲中华路口发生车祸，警方调查，2台车会相撞，是因为机车骑士违规冲红灯。既然驾驶普通机车违反号志管制执行行驶，与刘男驾驶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，2个驾驶拢无啉酒，车祸肇事原因爱搁调查。也加在有遮济热心的民众做伙跟车救人，好这个骑士会当接紧就互救出来上病院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